向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国际8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咱国内卫生增加国的境外大病疾病的案例，并无本土病例。另外，针对华航机师甲乐福德饭店的感染事件，目前是加强29个人去围着，其中大部分的人是围着英国的变种病毒株，验过冇检出另外2款病毒基因排列无同款的病毒，所以专案可能有3个感染源。华航的机师甲乐福德饭店的感染事件，总计已经有29人确诊新冠肺炎，其中22人是为着英国变种的病毒株。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的基因定数结果，案例1111、案例1146是澳洲确诊机师的家后，还有查某囝，甲案例1121，也就是案例1078机师的家后，甲案例1078确诊机师的首例，案例1120乐福德饭店房屋领班等，总共17个基因定数是同款的。另外，北起过台北市运动酒吧的案例1153的技师，甲案例1154空服员，2人的基因数列也同款。初步研判，技师为何空服员可能性较悬，即阵想要甲空服员列做本土病例，很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不过因为也都有这个等于是一个国外的飞行史，所以也不能完全去排除。那不过呢，大概是倾向是有可能是本土的案例。另外，乐福德饭店违反防疫的规定，同时收单一般的旅客甲伫厝检疫的机组员，会由桃园市政府罚3000到15000块，观光局也该罚15万块。而伫华航的部分无落实机组员防疫的做法，民航局也决定要罚这个华航100万块。8楼就有点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是针对8楼情况去处分他的。那它里面就有这样的混居，那所以他们有尽到善尽他对人员管理的责任来。离新冠疫苗的注射，搁再创下1天注射人数新高。拜四初六有6461人注射疫苗，总计注射人数达到88861人。另外也新增加2例其他疑似不良的反应通报，一个是30多岁女性，注射了后倒明手骨部人医院伫治疗；另外一个是40多岁男性，注射第2天人怪怪，急诊治疗了后敢若样形。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 G7 7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有发表联合公布，支持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有世界卫生大会 WHA。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有发表声明，呼吁爱互咱台湾恢复去参加 WHA。伊嘛讲无理由排除咱台湾。再来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东京奥运棒球赛6抢1的门票租借赛，6月16要伫咱台湾比赛。国际总会 WBSC 昨天表示，中国决定无要派人来参加，所以自本6抢1，即马确定会成做5抢1。来看《自由时报》，台湾大学昨天进行个人申请学校内底有分发的放榜，台医学系竟然无填，阁有一个名额。原因是一个师大附中的学生囡仔顺家己的心，填家己的兴趣，甲台兽医系填做伊的第1志愿，医学系就填做第2志愿。结果伊考掉兽医系、医学系无咧录取彼此的，所以即马有出现一个名额。来看《苹果日报》，副秘书公布2021年咱台湾好业人的排行，74岁做 AI 的丰福实业创办人张聪燕，财产有代表3864亿，是咱台湾头一个第1好业人。是拍败第2名的国泰集团董事长蔡宏图，也搁有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郭台铭是排第6。张聪燕的事业拢放伫中国，无加入过大商会，嘛正罕咧参加公开活动，会使讲是上界心地、上界低调的第1好业人。来关心暴龙族的蜡人王公禄，伫民国1802年时，摕甲危险的枪去掠山姜一款保育类的动物，互判刑3年6个月确定。这个案有争议，所以嘛申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伫昨天做出第803号的解释，宣布部分违反宪法。验过王公禄互判刑的这部分，无法度因为实现案的结果有所救济，所以伊嘛同款爱去加牢的方式去关。前起立。
王光禄案伫初7公布实现结果，这个案的主要争议是限制原住民敢若会使使用家己制造较危险的蜡枪，甲法律对原住民拍保育类动物，需要事前申请等等限制，敢有违宪。大法官宣布家己制造蜡枪是无违宪，但是家己制造蜡枪的安全问题应该要伫2年之内改善。运输后持有自制猎枪的违法行为，将它除罪化，不再适用刑罚的规定，而只是处以行政罚。构造算是粗糙，难有合宜的保险设计，可能会对原住民或第三人造成伤害，不符合安全狩猎的要求。动物保育的部分，大法官讲，目前的事前报备制度，包括期限甲定数，无符合原住民的文化，宣布失效。而且大法官讲，原住民应该会使以自用的目的去拍蜡，但是原则上无包括保育类动物。申请书中应载明类捕动物之种类与数量的部分，违反宪法比例原则。基于非营利性自用之目的而类捕野生动物呢，除有的特殊例外情形，这个类捕的对象并不包括保育类野生动物。针对这个结果，警政署回应，会甲国防部来建议提供安全的零件做蜡枪。动物保育团体发联合声明讲，动物是无法度家己讲话的族群，开放特定的族群会使有拍蜡的特别权利，应该爱斟酌，无是可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有影响。林务局伫记者发稿进行，也未得到回应。记者郭碧君张随台北报道。针对这项大法官的解释结果，布农族的蜡人王光禄第一时间伊嘛做出回应，表示真遗憾。我有点遗憾，这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为什么怎么会让我们把这个狩猎的文化把它那个抹灭呢？这个案件最大的救援点就是说，到底这支猎枪是不是违宪？在本案里面是失败的，就是3年6个月徒刑，在这里就是应该是会被最高法院驳回。这个王光禄实现大法官的宣誓，虽望肯定原住民拍蜡权益，不过提自制蜡枪，大法官认为无违反宪法，族人甲律师团拢表示遗憾。回顾原住民族文化管理推展的过程，2001年原住民持有自制蜡枪拄罪，2004年野生动物保育法承认原住民有拍蜡的权利，2005年1月新定法保障原住民伫咧传统领域会当做采集。不过2005年2月份原基法立法完成，保障原住民族有完整的文化生活权。不过实现的结果完全违背原基法的立法精神。自制猎枪的格式所定出来的管理办法是违宪，但是呢，反而要去定出这个办法的，还是原本定出违宪办法的同样一群人。比较遗憾的还是看到的就是，并没有以原住民族猎人在行使他的狩猎行为的这样的一种立场来看这样的一种狩猎工具的行使，就是立法院修法，把那个自制猎枪的那一条那么去做调整，把它放宽，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其实除了自制蜡枪的使用办法需要搁再被保障，长期以来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的维持，也是族人关注的重点。因所来也继续向立法的方向来拍拼。记者阿明金、郑雅文、曾泰文、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印度的疫情继续咧拖，5月初6确定病例有超过41万例，创下新纪录。即马印度的病毒拖真紧，医疗资源欠缺，就算世界各国拢有送物资去印度，也毋过是因为运输甲调度出问题，病院甲患者嘛是耽误。为人客简单来喷消毒的酒精，穿着防护衫的计程车司机一路送这对母囝到病院，随即个送因返去厝诶。और कोविड के टाइम पे हर किसी को पैसों की प्रॉब्लम है, जैसे मेरे को भी थी, तो इन्होंने कोई चार्जेस नहीं लिया मेरे से और फ्री ऑफ कॉस्ट में इजीली मुझे घर ड्रॉप कर दिया। 无救护车只好用客运车到病院看医生，因看出印度在疫情真严重之下，各项相关的物资欠缺的程度。最新的统计显示，印度全国的新冠病毒一天确诊人数，伫初6佫创下新冠的纪录，达到414433人，互伫总计确诊比例超过2149万。也未确诊的民众，拢赶到各地医疗中心的注射。伫确诊需要住院的人，也面临酸素汤严重不足、呼吸器无法度用的困境。लेकिन जो एलोटेड एजेंसीज हैं
वो बहुत कम ये ऑक्सीजन हमें दे पा रही हैं जितनी हमारी रिक्वायरमेंट है उसके हिसाब से। इसलिए हमने अधिकतर पेशेंट्स को ऑक्सीजन कंसंट्रेटर पे रखा हुआ है जो मैनेज किए जा सकते हैं।印度疫情爆发以来，呼吸器所用的酸素需求大增加7倍，不过多数病院无法家己生产规桶的酸素，当时主要产地集中在东部、北部甲西部疫情严重的城市，因为运输配送问题无法及时得到支援。另外一方面，在各国支援医疗物资陆续到位，美国甚至考虑授权印度就地制造疫苗，同时总部位在美国华府的马歇尔基金会所属的保卫民主联盟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党政机构网络宣传，一方面对外表现真关心印度疫情，一方面对内真口说印度疫情。亲像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官网、中国中安网的微博号头，一篇文章替中国发射重症火箭，对比印度点火烧往生者遗体。中国公安部的官网、中国警方在线这篇，甚至讲印度用狗仔火葬场来处理人的遗体。得到各国支援印度医疗物资，中国党经营的《环球时报》政治红仔话是强调，美国甲家己无爱用的疫苗送给印度。尽管这文章在各方的网友反对之下被剔除，不过已经未少民众一度来尊重。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中国即阵今年甲当已经出现10届的风背营业山尘暴，而且真侪所在空气污染已经是真热力。加在目前咱台湾是透东风，所以对咱台湾较无影响。看去，黄沙敢若像大雁共款，真紧一直挖过来。无偌久时间，青光的天顶，予黄沙拢打掉咧，规拢暗落来。这个景象是顶个月25发生在内蒙古的沙尘暴。才过无偌久时间，这几天这情形又搁发生，带着中国华北地区的民众，大家拢会感受到这个沙尘侵蚀的威力。风刮的这个沙子都睁不开眼睛，然后走路都有点费劲。从一阵大风刮过来之后，天气就变得特别黄，然后那个车上全都是泥点子。中国今年已经发生10摆沙尘暴，甲近5年来比较是偏多。最近这波是严重来影响华北，部分风凯测到测站测出酸扑微粒 PM10的小时浓度，每立方公尺远超过1000微克。中国中央气象台指出，除了气象条件造成强风，另外蒙古当地因为可旱，温度偏悬，土壤解冻沙，地面的食物比前一年减少真多。今年同时期比和去年相比略微差一点。整个北方地区本身就是半干旱地区，会那么好的话，就容易就说有提供更多的沙尘物。环保署是继续监控，测试下晡开始，南韩西半部空气品质是明显变真歹，又测试东风临时东北风，对着台湾的影响较轻。不过今年以来，沙尘侵蚀台湾的情形确实是有增加。那今年来讲呢，跟去年比起来，次数是明显增加，尤其在1月、2月。甚至3月份都可以看到这些沙尘的踪迹。环保署指出，次数增加，不过浓度无算伤悬。离台湾到5月，因为南风开始增强，受到沙尘暴影响的机会其实是无悬。对观测的记录来看，上晏伫5月初9捌出现过，不过只有1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测过岸屏东的渔船渔顺星168号，因为靠打，船顶4个人拢失踪。经过找找，昨昏透早，互绿岛的交通船救起来，有救到3个人，不过也有一个船员失踪。来刷！ 3个人坐伫茶帮顶面，看到绿岛支起3号交通船瓦群，赶紧来一手化救，船长赶紧卸下锁啊，也有救生裤，把3个人救起来。最后一个顶船的查甫人也因为规身躯暴力，爱靠船员的协助，才法度爬起来。他是用一个就是像随便的浮板这样做成一个浮板，然后3个人在那边就是手在那边一直挥。伫海上漂流38点钟，3个人敢若靠一个茶帮伫海面上铺一个点者，无物件通食，无水通啉，一上船，船长赶紧互伊补充水分。因是屏东琉球籍渔船渔顺星168号的船员，昨午暗时船靠打化救了后就失去联络，海巡甲相关人员扩大搜查，找到船却是无看人。加在测试早起10点半左右，绿岛支起3号交通船对难事转来后壁乌时，伫绿岛西方11海里的所在发现3个人，护士赶紧将救起来。 欢喜的，哎呦，我烦恼甲2天无困啊！你海上拢食啥？我2天无食。2天无食啊？无水哈？无水哈？
平安转来，亲戚朋友拢真欢喜。这是外一个台湾籍的船员，敢若体力无好，互洋流漂走去了后失踪。海巡单位解释，花莲南大东海巡队、恒春海巡队永远会在周围的海域继续来搜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一只家人掠一马的渔船啊，渔夫888号5月初6早起，伫中国福建沿海发生火烧船，船顶有11个船员，其中9个印尼渔工获救起来，另外还有2个是咱台湾籍的船长甲伊的小弟，即马海巡也伫找找。妈妈念经向神明祈求，希望2个后生伫海上能平安回来。那个外劳也是。让他们先跳，然后他们2个兄弟才掉下去。结果我老大儿子跟老三，就是他有那个船上有那个海绵炮嘛，说有爆，但是跳下去那个水流怎样流我也不知道啊。伊2个后生船长伊国明甲船员伊家雄，这是开船啊为附近渔港出海，想要到初6早起8点，这只渔夫888渔船啊，伫附近到西北边112海里接近福建沿海，不明原因导火。根据渔港表示，船长和9个印尼渔工先跳船逃生，2个兄弟最后才跳船。初6早起11点，9名印尼渔工被巴拿马籍的货轮救起来。经过1天1暝到初7尾仔嘛，2名待机船员依然无消息。如果以前为所说渔船，只要发生燃烧的状况，很快的就会把这艘船就是烧得很干净，然后很容易就沉没。大概不到10点的时间，这艘船就已经在就是接近就是沉没。巴拿马籍和马绍尔籍的货轮救起了9名的印尼籍船员。目前现场有北基队的连江舰、本队、马祖队和淡水海巡队的100吨级巡盲艇全力搜救中。海巡署已经指挥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连江舰、马祖海巡队顺风艇，总共1舰4艇65人，全力找找2名失踪待职船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消息来关心咱台湾同婚合法化，若是要甲外国人结婚，规定迄个人对方国家嘛爱是同婚合法的国家才会使。所以进前有几若对起登记无成，拜时时有一对咱台湾甲澳门的同性伴侣争取结婚登记的行政诉讼，法院尾也是判因拍赢。所以民间团体参另外一对台湾甲日本下国的同性伴侣，昨是去台北的户政事务所要登记结婚，虽讲户政事务所有收件，也毋过无遂完成登记。台湾籍的阿秋甲日本籍的艾丽到台湾户政事务所要办理结婚登记，过去因北户政机关来拒绝，毋过初6，另外一对台湾澳门的同婚伴侣要求登记结婚的案件，伫法院胜诉了后，互因阁感觉有希望。其实我们双方的家人都知道我们的情况，也都接受我们在一起的这件事情，所以还是希望说，可以在就是法律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承认的。台湾户政事务所用特殊案件接受因的申请，但是还未决定敢要核准因的登记。陪同的潘路明表示，过去全国户政单位是照内政部的函释，只要有一边的关心国家无通过同婚，就无法度伫台湾登记结婚。不过自今年3月。基家威甲马来西亚交生案，台湾户政事务所红判败诉，到台澳同婚案，中正户政事务所嘛败诉。法院拢明确指出，下国同性伴侣有权利结婚，户政机关嘛通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8条公序良俗规定，无允准同性婚姻是违反台湾的公序良俗。内政部的函释已经互2间法院判违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已经连续用2个判决告诉政府，这个函释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要从善如流，不要再知错不改。潘路明律师表示，根据因的统计，阁有300多对下国伴侣来等待同婚合法。若即种影响人民权益的法律继续行，未来因嘛考虑去追究国家赔偿的责任。内政部是回应对申请的案件，会搁甲司法院甲法务部来讨论。未来阁会看司法院对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提出的修正草案的方向来做处理。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
电风放送头，咱甲镜头来家己中部的和睦国小，伫一项青少年创客发明展当中，一困头就因为3项发明摕到3个金牌，即马也要代表咱台湾出国比赛。这项路皮的设备会当配合作物的关节，控制路皮的情况，而且唔但会当直行转弯，阁会当配合地势行车纸。家己县中部乡和睦国小的学生，配合家己生活的经验，设计卫生路皮的设备，伫今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摕到金牌。假如施肥，假如堆肥，它只是丢在那里的话，就会有果蝇，然后就不太卫生，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作品。那我们使用的这个呢，它就是使用固态肥料，这样可以比较不容易造成水库或者是水的有氧化。除了卫生的路皮系统，阁有自动感应火源的灭火车，结合太阳能、风力、海潮发电的渔电共生发明。和睦国小的囡仔总共报名7项，摕到3块金牌、4块铜牌，甲1项特别奖。就是学到团队合作，然后我会跟同伴一起做实验，然后一起制造这个作品。它是直接利用红外线感温系统来寻找火源，然后它的四周会装上麦克纳姆，可以在平面上全向移动，并且使用干粉来进行灭火。这3件作品。能够拿到金牌，我们就是成功的把它结合我们现在在推广的一个 AI 和一个人工智慧，跟我们原来就已经有的一个创意，把它做一个结合，然后获得了这3面金牌。学校表示，囡仔透过观察生活来发觉问题，佮利用科学甲创意来解决，对当咧成长的因来讲是一个真好的学习机会。刷来这金牌选手嘛，准备要开始训练。希望代表台湾在世界比赛当中摕到好成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要提醒乡亲，这2天有方面瓦紧，所以天气较无稳定。另外，今仔日过到了后，伫台北地区甲西半部的山区，拢有机会会落西北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至29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